看台南的北门早起是无落雨，乡村海岸的浮洲顶个月倒数落风台来的时，风冲出一个空棚哦，目前才未补起来，嘛造成滨海游乐区因为一天两届的满流跟退流拢会淹水，所以暂停营业已经20天了，业者无法度做生意，是真怨叹。当着大流，海水又搁淹入去台南北门的乡村滨海游客区内底。自从顶个月底风台倒数热，甲海岸的沙洲冲破一个口了后，即马已经过20日，到今也未修复好势。有啦，你要再家己来冲外口啦。啊，第二你爱厝棚啊，厝台好落啦。啊，第三采用第一地啦。你若无安尼，决定袂掉啊。17透早北门地区无落雨，不过因为滨海游客区内底规个淹水无法度开放，业者嘛已经为顶个月底休困到今。虽然社区头前的布环是真完整，唔免惊海水淹入去社区内底，不过当地居民也是会烦恼讲沙洲无紧补起来，恐惊海水会淹到鱼温啊。愈破愈大坑啊，拢一直无保证7月是比较紧啊，所以爱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，你即马来原来影响到阮的。迄个住处的所在啦。管区的林业署家己分署表示，目前按算要囤太空包，抑有菜壳仔来挡海涌，避免海岸沙洲和冲甲愈破愈大坑。绝印短期的部分的话，还是由林业署加以分署来把这个破口把它堵住。那长期的话，会由水利署五合局在前方做一个含防护计划。我们是有那个看那个沙子的颗粒是还蛮适合去那边做养殖的啦。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明天就会进场去试做这样。要甲海岸补起来，就要搁等到考涝的时机，而且准备太空包、壳仔甲基具嘛，拢需要时间。希望会当伫上短时间内底修复好势，通好经过月底大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